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3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怡。头起先来看桃园区秀山路今仔日饭店点外有一栋大楼爆炸，住伫咧4楼70多岁阿嬷不幸死亡。当地里长是讲，这现场有闻到瓦斯味，敢是因为瓦斯引起的爆炸？消防局是表示讲，导火的原因爱搁开始。桃园发生面体气体爆炸意外。时间是13透早，桃园区秀山路一栋大楼，住户家里长讲，先听到正大声爆炸的声音，所落来就真侪碎玻璃喷甲四过，尾仔就看到有所在开始导火。你有听到爆炸声吗？嘣一声，很大声而已啊。对呀、你也吓一跳。吓一跳哦，我就赶快跑下去了，烟就很多了。现场的民众听到有一声爆炸声，那玻璃就四散。那随后就传出浓浓的这个瓦斯味。桃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紧急派大批人车来抢救，救出4个人。4楼气体爆炸的所在，救出一位70几岁独居的妇人，规身躯90%烧烫伤，救出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送病抢救也是救袂大。另外，一个对5楼救出2个查甫，1个查某，也让其他的住户拢家己走出来。救灾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4楼有浓烟窜出，立即部署水线抢救。现场共救出4名患者，其中4楼1名女性欧卡及5楼1名女性清醒，接送往圣保路医院。将地全力拍火，火伫20分钟左右就拍花。这嘛楼梯间4轨拢泉水，大楼内面也规个拢是烟味。也拿导火原因，火调科正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毒品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南投警方6月初2一天就掠到4件毒品案，搁查到毒品的分装场。也若是台中是有民众发现讲，因兜的箱仔车去互人偷驶去，这驾驶看起来是有体无魂，眼神茫茫，哪像是有食毒，惊甲赶紧报案。警方找5案10点左右，伫咧南投市将南路附近发现一个48岁姓苏骑乌多拜的人，精神无啥好，无心无神，随家做毒品翠兰体检。脱一块塞可以吗？什么脱一块塞可以啊？脱一块塞是可以的哈。好。快筛结果阳性，当场移送法办。毒假案件一直发生，南投警方自5月底到达，已经查到6件毒假、4件持有毒品的案件。找至即天，若伫咧南投市查到混合式毒品分装场，查出依托米脂烟油、烟弹、海洛因、安非他命，掠到52岁姓陈的主嫌犯带头的制毒集团。一共查到4件毒品案，拢移送地检署侦办。单日连破4件毒品案件，并成功查获一处混合式毒品分装厂。现场取获依托米脂烟油、烟弹成品、安非他命、海洛因等大量毒品及制毒的器具。你车停我？停啊！我在录影啦。食毒的。台中有一个姓李的车主驶家己的车出门，伫外埔区马明路附近，看到因兜另外一台青色的厢仔车，互贼仔偷驶走。这个贼仔目睭看起来无神无神，敢若食毒，驶着车摇来害去，因为伊有载囡仔惊对方弄过来，抱起咧网络请人斗3工。有关本所6月12日17时发生的汽车窃盗案，获报后已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巡线查缉窃嫌。台中市警方统计，自5月底开始，全国公布强化查缉毒假加断源缉毒专案的这段时间，总共查到221个人毒假，其中发现已经采损羁押27个人。原来这件偷窃案件，大家分局已经接到报案，也成立专案小组全力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秘鲁警方为着要掠毒贩机招进出，过去是要装作野胆老人甲超级英雄，即阵是配合世界杯，警方装作比赛福气红啊！讲价毒贩的戒心慢慢挖进徛家，冲入去掠人，现场就随抄到几多种毒品也够称。2名秘鲁国家警察特殊小队搬走小卡吉祥物普拉切加美普，慢慢赶进嫌犯住所，用来弄开大门了后，随往楼顶冲，各将嫌犯制服。警方伫嫌犯的厝内发现几啊种的制毒器具，包装到一半的骨科碱粉啊，各种半成品甲称。
美联社报道，这个遭到警方逮捕的嫌犯，捌因为未到这个9年，即马由高犯案，检方伫嫌犯的厝内敲定2524块骨科高210公克的骨科前粉啊，209公克的大麻，一支底枪弹药甲现金。秘鲁警方表示，保险做细卡吉祥物是情报策略的一部分，用来降低嫌犯的戒心。Gracias al trabajo de inteligencia que realiza el Grupo Terna, nos pudimos dar cuenta que esta persona que íbamos a intervenir era un aficionado aférrimo al fútbol, ¿no? Y estaba viviendo la fiebre del Mundial, ¿no? Es así que procedimos a mimetizar a mi personal Terna como los muñecos del Mundial, ¿no? Para poder llegar a él sin sospecha y poder dar con su captura, ¿no? 秘鲁猎杀小队平常穿便服，阮要伫高犯罪率的记录，因捌伫万圣节甲耶诞节期间专办执行任务。路透社报道，猎杀小队为着缉毒，也搬过超级英雄、恐怖电影角色，甚至是水滴。公司新闻新闻编译。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伫咧美国正式挂牌就市，发行价销是一个135块美金，就市募到750亿个美金，打破有史以来头届公开发行上大规模纪录。就市的头一天，这公司的市值就超过2兆美金，好代票是超过63兆。执行长马斯克也将做有史以来头一个身价超过1兆的大好业人。世贸广场顶头的纳斯达克大型幕放出 SpaceX 挂牌历史性时刻。这场吸收资金达到750亿美金的 IPO， 那是华尔街史上上大规模。伫上市的第一天，公司的市值就突破2兆美金。执行长马斯克伫咧第9位总部公布庆祝，伫个身价超过1兆美金，成做全世界第一位亿万富翁。回头看伊的创业路，伊讲敢若是一件奇迹。If people had told me this was gonna happen, I was like, man, you must be smoking some really good crack. Because I think this company's gonna fail. I gave SpaceX less than a 10% chance of succeeding at all. 虽然 SpaceX 这么爱财报，也个因为研发投资算是了钱。因过投资人对马斯克的火星环境，一个人工智慧发展真有信心。保利和散户的2成股票，也有真侪人要抢。投资人讲，甲遥远的定价或者是火星计划比起来，敢若是这么已经伫咧全世界创造惊人营收的千年网络，就会当证明这间公司的价值。It's not even the future; it's the present. Starlink is the present. We saw that they made $15 billion a year on this Starlink alone. So obviously, it's the future and it's today. 伫 SpaceX 成功挂牌，并且排伫咧全美国前10大上有价值的公司，马斯克毋但再一次缔造商业太空领域的新里程碑，以个人所创的亿万火野人传奇，也伫全世界金融甲科技史上创造一个正歹超越的纪录。公司新闻张伟玲、郭继昌编译。欧洲央行11宣布升利息升一码，带动银行股起嚟。欧洲央行是强调讲，中东的战争带动物件起价，只好升利息来应应。这也是美国伊朗战争了后，全世界主要央行上大升利息的。欧洲央行10月宣布要升息1码，互利率变做2.25%，来对抗中东战争所造成的通膨问题。这也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了第一遍升息。也是美伊战争开始了，全世界第一个要升息的主要央行。The decision that we took today to raise by 25 basis points our 3 interest rates was a unanimous decision, without reservation. We did not discuss or debate any other alternative proposal.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讲，因为荷姆斯海峡一直被封锁，未来无确定性真悬。欧盟已经将今年的通膨预期向上调到3%，GDP 成长率向下修到0.8%。升息的消息传出来了后，带动银行股起，也结束欧洲股市连续4天的盘势。分析师讲，战争已经超过100天，各方面的影响拢开始出现，所以欧洲央行这边升息未互人意外。
Die EZB hat da kein großes Interesse daran, die Zinsen massiv zu erhöhen. Sie weiß ja, auf der einen Seite muss sie die Inflation bekämpfen, sie sieht aber auch die Fragen der Konjunktur und der Systemstabilität. 虽然欧洲央行无愿意讲所来是不是搁再调整利率，不过因为战争唔知影当时才会结束，外界拢认为今年秋天可能会搁再升息一遍。另外，伫美国因为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达到4.2%，是3年以来上悬。联准会也可能为了要控制通膨，被迫伫今年来宣布升息。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辑。转来看咱国内，主计总处公布今年1月到4月平均的薪水是48826块，增加幅度是这6档来同期上界悬的。不过，无同产业的差别也真大，薪水明显增加，有关是集中伫咧金融科技业甲 AI 高科技产业。主计总处发布上新薪资统计，今年1到4月的平均薪资48826块，年增2.77%，扣除无价起了后是当年同期的新悬，薪资起伏超过通膨。我觉得通膨还是太夸张了，除非做其他投资，不然我觉得很难靠这个薪水继续这样子生活或退休这样。因为我们本身是科技产业啊，所以对，可能就普遍有达标这样子的数字。统计资料显示，4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来到49146块，中位数落伫39348块，也毋过详细看产业别来说的餐饮业，中位数是31784块，电子零组件业48532块，无工产业别落差有关大。人力银行业者分析，就业人数较济的来自服务业，因为欠工薪水有缘会继续起，只是论幅度也不如有 AI 助攻的高科技产业。比较有感的可能还是集中在科技业跟金融业部分，这种从业人员比较多的这种内需型服务产业，这个所谓的餐饮业啦，或者是流通量贩业，可能对于这个薪资调幅呢，这个感受比较没有那么的这个显著。人力银行也观察到，最近因为房市降温，也影响不动产中介人员的薪水。起伏有变慢的态势。另外一方面 ，AI 甲半导体供应链受益需求强，薪水继续成长，不过并不是所有产业拢会当同步受益，包括大数餐饮、部分服务业甲传统产业，薪水成长幅度有限。主计总处指出，这波薪水成长动能主要来自基本工资调升甲企业加薪，那整体薪水增幅继续关过无价起伏，实际薪水有希望维持正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军这礼拜受军乐项实弹操演，包含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雷霆2000、RTOS 600M 攻击无人机等等。学者是分析认为讲，国军是当咧建立长程、中程、短程一站一站的火力网，以海马斯做核心，快速反制强军。为发射弹射出，国军无人机部队挺新战略 RTOS 600M 攻击无人机，顶飞机是飞向目标一粒就击着。国军利用悍马车结合拖车，将 RTOS 600M 机动，部署到战术位置，采取无落地方式射击，12粒全部拢击着。国军这礼拜进行多项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雷霆2000、拖射飞弹车攻击无人机，展现强大火力。进一步观察，哈马斯若搭载 ATA-CMS 战术飞弹，射程达到300公里，会当直接对中国做源头打击，伴随强军港口基地，刷落来交互哈马斯压制伫海上的强军军团。雷霆2000是透过饱和的火力，封锁想要登陆瘫痪的强军。RTOS 无人机群负责扫扫堆装垃圾，拖射飞弹车会当垃圾强军战甲车都击停。国军透过打造多站的基地火网，协助强军两侧登陆反弹。国军希望去建立的就是一个从长程、中程、短程的火力的一个涵盖的一个句子的一个演练。它是个先行使用的杀手锏，还是一个最后的压箱宝？它都是在我们发现中共已经集结，或是中共准备要发动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它快速进行打击的一个武器。对台湾想要打造台海地格，学者认为无人机数量也不少，需要结合无人艇建立空中水面水下的地格警常。中国想要整合咱国草原的数据，也加大交代力度。国防部13号发布，整合攻击6架次军人8架甲公务证2架出现伫台海。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域，中国没有任何主权权利，不用理会中国船舶广播。
另外，中共最近操作议会经济海峡谈判，就机会出动海警船侵入台海，海巡强势回击，批评中国假执法、真酷权，也公布数据，海巡今年强势驱离各界中国渔船326架次，扣留8架，充分证明台海只有海巡会当执法。记者综合报道。火灾消息来看，高雄的本州工业区，一间废弃物的处理厂昨暝导火，甚至是传出爆炸的声音。大火是由9点钟一直到透早4点外才拍火。环保局是发布空污警示，范围包含公山、阿莲甲绿地。火烧工厂是罚500万，强制停工。规天顶拢变做感觉红色，工厂规拢导火，火正猛，也阁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情形正危险。消防局接到报案，派48台消防车、上100人，也阁6台消防机器人来拍火。高雄市长陈其迈也随到现场来了解情形。因为它是资源回收厂，它会处理一些废油废水，所以它除了重油之外，还有一些容器，那还有一些塑胶桶，类似太空包这些容器，塑胶容器，所以才会有这些浓烟的现象。大火经过9点钟，13透早4点外规拍花，起火点的村道区内面囤真侪燃油，也个太空地，全部拢烧害去，炭烧面积1500平方公尺。消防机器人继续伫咧现场喷水降温警戒，因为大火迄当阵几落公里外拢看会到。环保局依照方式，伫公山、阿莲甲罗德区发空污警示，也依照违反空污法。对工厂采取上悬500万，也个要求因随停工。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除采处最高500万元罚锾外，并勒令停工。统计97年迄今，该公司违反环保法规计16件，总采处金额为633万6千元。环保局讲，这间本州工业区内面的废弃物处理厂。自2008年到即嘛，总共违反空污法6件、废氢法8件，加土污法1件。好在在这场大火并无造成人员受伤，也无人掉伫咧内底。导火原因，消防局火调科正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拜6礼拜2天头届伫咧台南举办第3届国家语言法典会议，目标是要打造语言共存的友善社会。学者是表示讲，虽然国家语言已经有制定相关的法令，不过伫咧公共领域，依然是以华语为主，英语辅助。学者就建议政府应该要由公家机关带头，提供母语服务。轻快节奏加上特色的在地唱腔，马祖戏剧团带来精彩的传统表演，因在舞台顶展现家己语言的水。文化部13、14、2天伫台南国家美术馆办第3届国家语言法典会议，以共创语言平权的台湾社会做主题，邀国内外相关学界代表斗阵来探讨语言复振的未来愿景。教育部讲，目前已经有400间幼儿园在推动母语定正式教学，伫家己嘛按算起做定正式台语基地，甚至嘛去国外办台语认证，把我们的台语认证放到美国华府做了第1次。今年跟现场报告，我们要拓点，而且我们会继续去做。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多语言的社会，多语言也代表一种多样性。你在美国吃汉堡，汉堡只有一种，可是在台湾不管任何一样植物、蔬菜或者料理，它都可以很多种。这就是属于一种文化，另外它也是一种国家的宣示。虽然国家语言已经进入法制化，不过有学者讲，这阵公共标示、教育、医疗等场所，依然是以华语为主，本土语言也是真欠缺平等的对待。学者建议，台湾应该要制定国家语言公共服务标准，由政府机关带头示范，主动提供母语服务。咱伫公共场所无法度讲的时，咱就感觉咱的语言无路用，咱对公务人员、老师无要求的时，伊嘛感觉讲我免教，所以咱来透过因去创造这个需求，甲使用的机会甲环境。文化部长李婉强调，讲母语应该像川渝共款自然，加上法案来推动，台湾已经加入一个互相尊重、多元包容的社会。政府讲，中央和地方政府会继续拍拼，落实语言保存甲传承，建立一个多语共存的友善环境。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讲到骑马，真侪人的第一印象是真困难，佮爱开真侪钱的运动。而且伫咧咱台湾，马医疗甲照顾资源真欠缺。
对经营、训练、定地每一步拢需要专业人员。虽然这条路是无好行，所受一群人出国学手路，在地拜师学艺，用双手甲耐心建立照顾系统。今仔日暗时7点半，青春的内网就带给大家做伙来看。坐伫马的脚脚片，配合马行路的节奏咧震动。骑马这项活动是适合无共年岁运动。平常时大家看到的是经营者整理环境、教练咧教学。毋过要甲一只马顾较好，背后有真大学问。为检查磨喙齿、顶骹蹄、甲附件等等，每一个部分拢要靠这阵专业的人员用心看顾。在国外的话，专科他们马匹专科就会分得很细。台湾的话，因为市场也没那么大，然后这方面的知识啊、能力也还没有像在国外这么的可以分到这么细致这样。台湾的土地无宽，饲马的成本真悬。过去马若破病，拢爱靠医生全台湾走透透巡诊。为了打破限制，高雄出现全台湾头一间有马科大院部的民间动物病院。除了提供专业的医疗，伊嘛办推广的课程，希望透过基础的教育，互大人囡仔了解马，做伙提升动物的福利。他们一直都是在用这种全台巡回的方式在看诊，其实是很辛苦啦。那其实缺的也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据点，因为需要有个空间，有个平台去放仪器啊、设备啊呢。要互一个动物的福利变较好的，就是你一定爱先教育民众，主人甲民众是第一关，你要知影啥物是对，啥物是唔对的。对这群人来讲，马唔那是趁钱的工具。佫较是真好的工作伴。虽然伫台湾，马是一般人较青分的动物，毋过因有缘用专业甲陪伴守护家己心爱的动物，伫台湾定根建立照护马的未来。记者吴定宇、林建如采访报道。再回来关心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6度到29度。中部地区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29度到32度，东部地区26度到30度，外岛地区24度到29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